可以开始了。你不是一直想看一场盛大的烟花吗？好看吗？都是你准备的吧？算是吧。不过是我找到了整个城市最漂亮的角度，这个角度刚好可以避开所有遮挡视线的建筑物。你还蛮有成就感的嘛。哎，你看他们，忙完了一天的工作，下班路上还能看到这么好的风景，每个人心里都很开心吧？你怎么像个天使一样啊？你看我们老板今天铁公鸡难得拔毛，看来对孟小姐还是很重视的。你看她今天这一场，又吃了饭，又买了花，又抓了娃娃，又看了烟花，是不是特别有性价比，特别有爱意？依我看，她今天这个效率，弄不好孟小姐今晚就可以恢复了。性价比。可其实爱情是不能用金钱跟时间衡量的呀。啊？你看，你的愿望我都帮你实现了，那我对你是不是真心的？时间也不早了，待会儿我们……我送你回去。我今天开车了，一般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场合，我是绝对不会开车的。虽然出现了一点小小的瑕疵，但是你对我是特殊的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家有门禁，这么晚我回不去。你一个人怎么还有门禁呢？那就是没带钥匙。这里不是酒店吗？那不如就留在这里休息，开间房喽。不了吧？你要是嫌贵，那就找一家便宜的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去你家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不是你女朋友吗？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蒋江替你准备的。我现在真的太累了，感觉已经耗尽全部力气了。这才10公斤啊！我说的是梦回。为什么要跟他开房啊？你一上来就发大招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啊！我知道他不会答应，我就是想试试，他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？说我是不是前功尽弃了呀？他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的呢？女人有的时候之所以用时间和金钱来衡量爱情啊，是因为这两样东西能让爱情变得看得见、摸得着，能给他们安全感。但这并不是说你付出了时间和金钱就能证明你是真爱，更多的是要让他们看到你的真心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沈一，他从来没有跟我聊过他的爱好、他的理想、他的过去，
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他，他也好像也一点都不了解我。你也太强人所难了吧！你们俩才在一起也没多久，你总得给他一点时间，对不对？可是两个人不是应该相互了解之后才在一起？难道我非得爱上他，我才能得到粉蝶吗？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一个女人？为什么不能呢，沈一？你为什么不能认真的去谈一段恋爱呢？有的时候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总是这么一个人单着，不孤独吗？孤独什么呀？我不是有你吗？再练一组。有我。那我和女朋友能一样吗？而且现在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才能拿到粉蝶？我再想想吧。可总不能这么一直配合着他，要不然连我自己都搭进去。你鼻子做的是内软骨还是耳软骨？耳软骨啊。把这头发扎起来。你走走走走走。你耳朵后面有疤，把头发扎起来，让孟辉给你遮吧。你是魔鬼吗你？保你进总决赛。怎么样？这疤不切啊！如果能够让我看到他遮疤的过程，我应该能研究出这个配方。原来魏雷做的是耳软骨啊！我一直以为是肋软骨。哎，我猜他花了多少钱？这哪能看得出来呀？我去找孟回，给我遮下疤。好，我一会儿过来看。好的呢。来，踢馆赛8点开锣，现在已经7点40了。你们告诉我，踢馆大魔王人在哪里？他刚给我发来消息，他堵在3环上了。替补呢？替补堵在4环上了。My God！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会因为堵车而开天窗。怎么办？节目组那么多人，找个人补上不就完了吗？第1轮就淘汰。莫回。哎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好看。但是如果甲方妈妈上场的话，我们还第1轮就淘汰她吗？哎呀，几百组再说吧。还想取代我？孟回，我后面有道疤，沈姨说需要让你帮我补一下。好，那你坐。你也坐啊。哎。幼稚，手段是幼稚了一点儿，好用就行了呗。
你就先自己在这儿慢慢坐着，我要上台了。快送到医院去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没有啊，我都亲眼看到了，你还狡辩？亲眼看到。就算你再讨厌魏磊，你也不应该这样。你难道不知道脸对女生来说有多重要？你不知道魏磊为了变漂亮，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，你更不知道你毁了一个人的脸，你会有多内疚啊！你这么关心他，不如去医院看看他。魏小姐，出去听到没有？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你不是很讨厌我吗？现在你开心了？我不是来看笑话的。瑞蕾小姐，冷静一下。我怎么冷静？我知道你们打心眼里面看不起我，可是你们知道我付出多少努力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吗？我从小到大不好看的时候受到过多少冷嘲热讽啊！为了减肥，我忍饥挨饿，每天只能吃几根水煮菜，牙齿明明没有任何问题，我还是要去掉4颗。明知道美白针伤肾，可我还是要坚持注射。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鼻子有问题，可是我不敢做修复啊，我害怕修复期后那种整天担心手术失败的感觉，那种重新变回丑八怪的感觉，你们根本不会理解的。总决赛之前，我会让节目组准备一个复活环节。如果你真的有实力，你肯定会回到节目组的。梦回弄伤你的脸，我希望你原谅他。梦回啊，不是他推倒了摄影机吗？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，算我倒霉。我都亲眼看到了，你还狡辩？亲眼看到。再去准备一份晚餐。饿了，谢谢。一想到比赛会搞砸，我就吃不下东西。放心吧，这里有我尽量想办法帮他恢复。我只看到了片面，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他骂了。这下真的搞砸了。如果想让他感受到你的真心，那你还得再走心一些，好好跟他聊聊。
桂蕾小姐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随岸这家医院的院长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鼻子由我来负责。哦，原来是隋医生啊，请坐。我正想问你，我的手术什么时候可以做呢？1个月之内能恢复好吗？我还要回去录制节目。疼。我还没碰到你。哦。呀，这回是真疼。你这个鼻子动过几回啊？就1回。几回？2回。你再想想。哎，4回，再动是第5回了。那你之前为什么动这么多次手术啊？就是精益求精呗。一开始是打玻尿酸，后来被一个诊所忽悠着做了埋线，再后来就改成了膨体。结果那个大夫放膨体的时候放歪了，拿出来又塞进去，又折腾了1次。整容嘛，你也知道，恢复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潮流。韩式脸烂大街之后，我就又改了一个鼻尖，顺便缩了一个鼻翼。顺便？你刚才不是说你害怕恢复期不敢动手术吗？桂蕾小姐，你的手术风险很大，我可能要重新评估一下。你的意思是，手术做不了了是吗？失败的可能性很大。你不担心吗？担心有什么用？最坏的结果就是变丑，我又不是没丑。从我第1次动刀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的。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错怪你的。没事儿。你能原谅我吗？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你从来不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也不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。你从来不曾相信过我，你也从来没有对我打开过心扉。更可怕的是，你没有对任何人打开过心扉。在说什么呀？你封闭自己，孤独又压抑。
你这样活着不累吗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分手吧。整天畏畏缩缩的，还去老师那告状。我们欺负你了吗？没有。自己背个破书包上学，不怪我们吧？不怪。以后别再让我看见。走。你叫曾珏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妈给我买了个新书包，要不送给你？不用了，别总是多管闲事儿。你不要新书包，那我就把这只用旧的书包送给你吧。反正我又不能背2个书包上学。谢谢。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我妈妈告诉过我，做好事不留名。那我们是朋友吗？当然啦。是不是你跟老师告状，说我们欺负你，说你书包？没有，没有。你跟老师说完之后，我在楼道里整整站了1下午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真俗，干了还不敢承认，看你就烦。听说他都没有爸爸。我有爸爸。哼，那这个女孩的书包啊。这次如果不给你点教训的话，你以后估计还得往外乱说。真的不是我。是我说的，你们不许欺负他。多管闲事！来啊！不许你们碰他！
我提了分手，我同意了。我们两个本来就是假的，本来就没什么。我真的受不了了，不能，我不要分离了。我连自己的心理问题我都解决不了，我怎么帮别人解决心理问题啊？以后梦回的事儿不要再来找我了，对不起。没有事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画了，你们也休息吧。啊，苏老师啊，我得跟你说个事儿，魏雷这个鼻子给砸了。啊？什么？这魏雷鼻子被砸了，那不就毁容了吗？这节目还怎么录啊？那可不。哎，太可惜了。可惜什么呀？本来就不是原装货，打回原形罢了。哎呦，千万不能这么说，你这。孟晖，我问你哦，如果你发现你喜欢的人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，怎么办？你想知道一个人在不在意你，要试试才知道。化一个漂亮的妆可以让一个人喜欢上你，可是只有卸了妆，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你。啊，你今天没化妆吗？不好看吗？啊不，很可爱。哎，小米啊，沈总在哪里啊？我有点事情要找他沟通一下。我刚才没有看到他，哎，可能在休息室吧。哦，行，那我等会儿再找他。你先忙啊。张老师，你说现在女孩子这妆前妆后反差都这么大吗？你是说那个小雀斑？可不是嘛，刚才差点吓死我都没认出来。人家明显是喜欢你啊。哎，这毕竟是甲方，总要留几分情面吧，要不然我搭理他。呀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我还没喝呢。以后就劳请苏老师自己准备了。这不，你刚才麦没关，我全部都听见了。哎呦，哎，许副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你们找沈总，什么事儿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替补找来了，但是魏磊住院了，还是少个人，所以就是我们再找个人补上不就行了吗？啊，是这样，因为现在是卸妆环节了，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上。是的。卸妆这种环节不难看吗？现在高清镜头很挑素颜的。是，不怕丑的，真人秀嘛，就是有话题才重要哎。用丑引起话题，这个我们还有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，你看我们上哪里去找人？既然烂摊子是孟回闯的，自然他来收拾。让他上去卸吧。是沈总的意思吗？我的意思，就是他的意思。好。哦，是这样是吧？那我去通知一下。通知一下，小庄。哎，把角度再调整一下，把这个往上推一下。
导演，下面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全体各部门注意，现在开始进入倒计时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音乐起。 拍一下产品。什么情况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脸上这么大一道疤，是个人看见都吐了，节目还怎么录啊？快快快，联系导播！曾雪，把过去那些事情都忘掉，一切都会好的。 还有这种事儿，真是意外啊！导演推上去，怼脸拍。导演，怼脸拍。4台机器全部推特写。 我让你们停止拍摄！沈一，你这样节目会开天窗的。我负责。直播怎么中断了呀？不是咱们电视坏了吧？不知道。我们重新开始吧。
找到他了。梦回就是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一直没有勇气找他。毕业之后，人人都说我是神经病，放着千山集团不管，去创业，搞什么化妆品，就算亏钱，也继续做。其实我是为了他，才做化妆品行业的。我就是想让他随时都可以买到可以遮盖伤疤的粉底液。我想帮他遮住伤疤，没想到他就在我身边。其实他的应激障碍症也是我害的，就是因为小时候的事儿。我现在都不敢想，他从小到大是怎么顶着这道伤疤过来的。他以前像个公主一样。那你现在怎么想的？这是老天给我的机会，让我弥补他。怎么弥补？他现在喜欢我，想跟我在一起，那我就做他男朋友，我来负责他的后半生。他有什么愿望，我都满足他。你真的要跟他在一起啊？只要他开心，我做什么都行。那就好。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随时联系我，我一直都在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别吃肉，胖了还要瘦；别花钱，穷了还要赚；别伤害别人，你赔不起。哇，这是什么梦呀？怎么我想要的都有？
沈毅，竟然是沈毅！活的。蛋糕甜还是我甜？是我可以给你带来钱买不到的快乐呀！我已经找到比皮卡丘更可爱的东西了。只是我真的很想坐这个摩天轮。我家有门禁，那不如就留在这里分间房哟。完了！我怎么向他解释呀？怎么跟碰瓷一样？走。你醒了？沈总好。那个，这些都是我给你买的，喜欢吗？你给我买的，我能说不喜欢？你不喜欢啊？不。你喜欢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都会给你买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真正的男朋友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说。什么？真正的男朋友？对。什么意思呀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会负责你的后半生。啊，我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你男朋友啊。啊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之前都是发作了才会乱攀关系，我是为了想留在节目组才这么说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你还配合我约会什么的，但是我真的不想缠上你。你之前不也说了吗？让我不要引起你的注意。哦，还有那些礼物，那些东西是我让你买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赔给你的。哦，对，还有房费多少钱？我也会付给你，我绝对不会讹你的。还是说你想 AA？ 你是说你不喜欢我？这一切都是误会。你不想跟我谈恋爱了吗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误，我立刻马上消失。你好好休息，我走。我一定会在12点前退房的。我除了节目组那件事儿，我没做别的了吧？没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那段时间特爱发微博啊？这手机呢？手机，这。呼吸，保持情绪稳定，呼吸。我不着急，冷静，不着急。那你说我怎么老惹事儿啊？我怎么办呀？哎，你真的不喜欢沈怡啊？他人还挺好的。我和他不可能，而且我也是因为被魏磊刺激到了，才把他当成男朋友。他还不经过我允许就解锁我手机，帮我清空购物车。那你说我要不要还他钱啊？这到底是我碰瓷他，还是他碰瓷我？哎，可是我看着他的样子啊，像是真的喜欢上你了。你可别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你这是在愁什么呀？不知道怎么弥补他？不然呢？我还以为你是在担心花太多钱呢。我为什么要花太多钱？梦回要的不是爱，你呢也没时间，所以啊，就只能花钱了。我还以为你能帮我想出什么办法呢。他不喜欢你这件事情，我是没办法的。但是他脸上的疤，也许我可以帮你解决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先约他做个面诊吧，看看伤疤修复手术的难度大不大。
对呀，你技术这么好，我现在就去告诉他。梦回小姐，请问是隋院长的预约吗？这边请。没事儿，大部分人第一次看到我的疤都会这样。我们来这边说吧。你方便告诉我伤疤新生的缘由还有时间吗？怎么？不方便吗？过去的事儿我不太想提了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我的朋友也经常跟我说，要我正面的对待这件事。那后来呢？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别看我伤疤深，但是我化妆技术还不错，我都能用粉底液遮起来的。是啊，幸好你会化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做伤疤修复手术啊？也不是没想过，去年我还上网查过资料呢，说只有英国的史密斯教授亲自帮我做手术，我才有机会完全修复伤疤。史密斯教授在中国的手术1年只有1台，但你放心，我跟沈毅一定会帮你的。你们都是好人，但现在我并不觉得多了一道伤疤，生活就不能继续了。而且，沈毅，我也不太想麻烦他了。你跟沈毅……哦，之前都是误会，我们已经解释清楚了。喂，我帮梦回面诊过了，他的伤疤太深，时间也太久了，很难修复。但如果史密斯医生亲自动手的话，或许可以修复。孙安，我想用我的所有身家，让你帮我约一台他的手术。我已经帮你约好了。孙安，我在。谢谢你。对不起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我只撒谎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呦，没有，是我们一直粗心大意啊，一次次让你这是下不来台，你说这真是。你们太包容我了，是我对不起你们，我会在节目组退赛，但是希望你们能让我留在节目组当个幕后化妆师。哎呦，回回呀，没关系，我们都理解的。你放心，以后在这儿呢，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哎，玩得开心就好啊。你们是不是误会我跟沈总的关系了？哎呀，这你忘了事实，你全忘直播，热搜都上了2回了。那可是天山集团独生子，向他表白，太浪漫了吧？好样的！不是，你们真的误会了，我跟沈毅真的不熟。哎呀，这不好说。啥不好说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事情啊，
请问谁是梦回孟小姐？哦，我是。哟，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！哎呀！哎呦呦！走，拍个照，给。这是沈总吩咐我们送过来的，还请孟小姐务必收下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真爱，一物降一物嘛。我现在解释还来得及吗？啊，不用，你都懂的。还请孟小姐一一签收。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没有什么所谓遮瑕力超强的粉底液，这个是我用8瓶粉底液针对自己肤色调配出来的，都是市面上最普通的品牌，所以我没有什么神秘配方。哦，说。我遮盖伤疤靠的是技术，所以你不管给我市面上任何一款比较好的遮瑕或者粉底液，我都能给你遮出这样的妆效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粉底液的配方？是的，没错。所以你不需要再跟我谈恋爱，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。我知道之前是我发病，我乱说错话，才导致现在这副场面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没事儿。粉底液现在对我来说也不重要了。你比粉底液重要。我今天已经把所有东西全部给蒋江了。我知道你对我的好意，我也知道你在我应激障碍症的时候对我的包容，我真的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但是，你能在我睡着的时候解锁手机、清空购物车这种事情，我真的觉得非常困扰。我如果买得起，我放在购物车干什么呢？你这样我怎么赔得起？对不起，实在抱歉，我的行为让你产生了困扰。这样，你还有什么想要的，我都给你买，就当做是补偿，好吗？是这样，你不需要再给我什么东西，你也不需要补偿我。我们做朋友好吗？只是朋友。最普通的那种。欢迎光临。哎啊！你想买这个呀？这个，你都财政赤字的人了，你干嘛买这么贵的东西啊？啊？我要回礼呀！像你这种亲生的好朋友，我都不能白拿，何况是沈毅那种半路捡来的。1、2、3，你数学不好啊，4个零数这么半天啊？好贵啊！跟有钱人做朋友好难，我太难了。乖了乖了啊！哎，梦回，你怎么啦？气色那么不好，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。哎，沈总刚才找你，我帮你打给他。啊，你现在开了？哎。沈总，我能请你吃个饭吗？
不了吧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我就简单请你吃个便饭。那你想请我吃什么呀？日料吧，怎么样？呀，我不爱吃生的，我肠胃不好。啊，法餐可以吧？法餐，你不觉得吃蜗牛很残忍吗？那家常菜可以吧？这个可以。好，我知道有一家叫花船，我现在就订。OK。花船。喂，蒋江，你问一下花船今天能不能订到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是要跟你吃饭了，我太激动了，腿软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对不起，我想辞职。哎呦，我懂，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了，这想回家休息一下。休息累了呢，可以再过来，我们这里随时都欢迎你啊！哎呀，这怎么说辞职就辞职了呢？啊，妹妹，甭管你跟沈总什么关系，这忙你得帮姐姐。哎，说什么呀？是这样的，孟非，之前这个魏雷意外受了伤，你这边又退了赛，那我们节目组岂不是开天窗啊？怎么能让他开天窗呢？那我们只能延迟这个决赛的直播啊！一延迟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要花很多钱的。所以，我们打算跟这个沈总道个歉，让他不再追究这个节目流程的问题，千万不能撤资哦。最好还能再追加一点点，一点点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能做什么？孟非，我们节目组140来张嘴已经快要没饭吃了。我们能不能度过这个夏天，就靠你了，就靠你了。所以呀，沈总的地址在里面啦，加油！我等一下。沈总真的就在这儿吗？真的，地址我核对过的。不像啊。来了。怎么是你啊？对啊，怎么是我？切。啊。要换鞋吗？不用不用。你先等一下。衣服怎么还湿着呀？哦，那个我刚洗的，还没干呢。过日子还是对自己好一点吧。对不起。这个送给你。
你是特意来送这个的？哦，不，欧宝流。沈总，你是不是误会了呀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要喝什么吗？啊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我点外卖吧。哦，不用，你不用再为我破费了。那家里有茶，我去烧壶茶。你随便看看。哎，我让你刷卡，你投币干什么？保乐园通票不能用啊。这个是4个人坐对吧？我们只有2个人，要不给我们半价，或者我跟他们拼坐，好吧？拼坐。你知道100块钱在现在这个社会能做什么吗？可以买30个鸡蛋、30斤青菜、4斤肉。100块可以让一个普通家庭生活3天，100块钱可以让25个孩子吃一顿免费的公益午餐。你要加柠檬吗？好啊。你放心，节目组那边我去解释，帮你澄清我们2个的关系。和我做朋友是不是挺累的？没有，能认识你真好，和你做朋友真的很开心。阿头，你别劝我了，你根本不知道沈怡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奇葩，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个菩萨。哎，你说怎么会有他这样的人啊？他简直太伟大了！现在整个人在我心中散发着人性的光辉。我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，你就让我听这个，挂了。帮你们讲啊，一会儿这个化妆时间一定要快一点，听到吧？啊，我们现在没有钱了，赶快时间花。你们3个把这些服装好好看一下，好看的留下，不好看的都退了。还有3期要录，就批了这么点钱，这叫撤资啊！哎，沈总的套路你还不懂吗？偷呗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你们想想啊，我们现在节目组的选手都已经陆续走了，那我们就省了很多服装费，而且魏磊退赛之后，我们的选手都是素人，也省了很多宣传费啊。你们昨晚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今天说话了？一夜之间，这么重大的改变，力大不中留呗。哎呀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懂。了解了。要不来？在忙吗？口水。商量一下。但是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，我的时间以你为主。没有，我就是问你，
晚上还一起吃饭吗？我这边结束了，就去接你。哎呦，好，没事没事了，开会开会啊，来，8份呢，8份呢，沈总，你看看，你把8份成品的粉底液混在一起给我，你是想让我猜成分吗？这新季度马上就要到了，市面上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咱们 LS 的动态？我们接下来是做一场彻头彻尾的乌龙，还是推出一款爆款新品？就看这2个月了，好吗？我觉得要不然你还是先把晚上跟梦回的约会取消吧，我们需要召开紧急会议，商讨一下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案。那会议能改个时间吗？不能。你不是一直想研发出这款粉底液吗？我有办法。喂，梦回，抱歉，我今天可能不能陪你吃饭了，因为我有一个特别紧急的事情需要加班处理一下。没事儿，你先忙工作。能跟你聊天我就很开心了，而且我们是好朋友，不需要通过花钱来维持友谊。那我也去忙工作吧，我去跟同事换个班，然后把过几天的彩妆方案给做出来。好，辛苦了，加油，拜。拜拜。老板，什么事儿？给梦回准备一份豪华晚餐。豪华？要多豪华？你什么意思？10块到20块是一档，20块到50块是一档，50块到100块是一档，要最贵的。最贵的？您确定？好，最贵的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加班改的，跟你对一下。新款袖扣，不错啊。哦，朋友送的。那你一定送了他很贵的礼吧？不然干嘛回你这么重的礼？你是说这是回礼？如果是梦回送的话，那当然送回礼吧。毕竟你对他那么好。那我给他花钱，给他增加负担了吗？当然啊。你自己慢慢看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喂，老板，我要请全公司吃饭。选什么呀？谁要请人家吃宵夜？老板怎么请全部加班员工吃宵夜？都点好了吗？再点。怎么这么慢？我只想要那个代金券。哎，老板，我抢到一份优惠券，你看。再点一份。哦。老板，你也再点一份吧。我吃不下。给男朋友点。哎，是不是这个？不是。哎，老板，我们领到了。我也领到了，老板。你们好吗？马上好。快一点，好吧。老板，我抢到了，老板。老板，我赶紧老板，我又点了。老板，我抢到一个满100减60的代金券了！发给我。哇！好饿呀。
刚点外卖刷到的，就当请你吃宵夜了。不是约了下周过来心理咨询的吗？怎么今天就来了？过2天有个同学聚会。聚会不是还挺喜庆的吗？怎么看你这副样子，像是要去参加追悼会啊？有暗恋的女同学？不是吧？你连个暗恋的女同学都没有，你青春期怎么度过的呀？在嘲笑中度过的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跟我讲一讲。就是吧，我小时候发育的比较晚，比同龄人都晚的那种晚。不是，往上看。初中的时候，别人都开始长喉结变声，就我没有，他们就说我是女孩，说话细声细语，细皮嫩肉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挑。体育课的时候，别的男孩都可以跑800米，让我跟女孩一起做仰卧起坐。元旦汇演的时候也是，别人都可以演王子和士兵，就是让我演白雪公主。演公主这个吧，是不是很过分啊？我演过王子。后来到了高中，我喉结长出来了，可是周围的朋友都开始长胡子了，就我不长，所以我每天晚上偷偷用姜片擦自己的下巴，这胡子没长出来，皮倒是先掉了2层。啊，我现在有了，一天刮2次。后来呢？后来终于熬到了大学，我胡子也长出来了，可是他们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突然不想知道了。他们开始炫耀腿毛了，这个我到现在都没有。你怎么会想要比这个呀？你会因为这个自卑吗？可是现在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你放心吧，聚会的时候不会比这个的。不是，你想想啊，这帮人读书的时候就在这比喉结、比胡子、比腿毛，通过打压我来找优越感。现在步入社会了，工作了，那他们比什么？那你可以不去聚会，不用搭理他们。可他们总找我呀，我也不能每次都拒绝。你们老板不是有2辆活在台词里的车吗？一辆保时捷，一辆法拉利，是时候该拉出来溜一溜了。你是说？对呀，如果我承诺只开半天，并且帮他加满油，他肯定愿意会借给我的。我就喜欢你们老板这种容易被钱打动的性格。上班时间买咖啡，蒋江，我最近是不是对你太松？去了。不仅有咖啡，还有午餐和甜点。医院附近新开了一家，觉得挺好吃的。你最近是不是有意的把自己搞得特别忙？我怕我一闲下来就想起他。我按你说的，满足他的愿望，对他好。可我发现，他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少了，他太容易满足了。那证明他现在很快乐。可我想给他更多的快乐。更多的快乐，你亲自给他吧。这是什么？史密斯教授的预约卡，我替你备好了。伤疤完全修复是不可能的，但我们可以尽全力的修复它。我真的不知道
该怎么谢你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不，你完全不用为我做这么多。小安，这么多年，要不是你一路支持我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熬过来。每个人都有困扰，你也在帮我从某件事情上熬过来了。快想想怎么告诉梦回这个好消息吧。看见你们开心，我也挺高兴的。对不起啊，我这边还没有结束，我会很快的。简娘跟我说了，你今天要去看专柜的新品售卖情况。没事儿，你慢慢忙，我等你过来。拜拜。欢迎光临。哟，什么高科技护肤品啊，近10万块钱一套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小姐你好，我们这个申请了专利成分，目前还没有。你的那套说辞呀，留给别人吧。我平时用的哪个牌子不比这个好，也没这么贵呀。这个产品确实很好用，它用的是多重层微脂囊体生化。你谁呀？托儿。哟，梦回啊，徐总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怎么，你现在都用上这种高奢护肤品了？哟，我没有用过正装，但是我用过小样，确实很好用。有小样啊，给我一套，我试试效果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这是高奢贵妇护肤品，是没有试用装的。梦回啊，我看你这以前啊只是赚的少，怎么现在还多了虚荣的毛病？听说你辞职以后去搞了什么自媒体，要是没发展的话，要不要回来继续跟我做啊？不是，我真的用过他们家小样。行了吧，别逞强了，没用过就说没用过，何必在我面前攀比呢？你错了，这套产品是有小样的。有小样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一套呢？因为小样是专供产品线，只给一个人。你谁呀你？沈总好，这是我们 LS 公司总裁沈毅，他说有就是有，他说只给一个人就只给一个人。哼！走吧，吃饭去。嗯。沈总慢走。要不我们点一份情侣套餐吧？你看看。好啊。我觉得这个甜品滑而不实，刺身太深了，牛排太油腻，还有这个芝士太容易长胖了。不如我们吃这个全素套餐，你喜欢吃素，这样更健康。好，要一份全素套餐和情侣套餐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吃肉会不健康的。可是这么多我们吃不完。吃不完我们可以打包。我打包吧，你不能吃剩下的食物。谢谢。大家好，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是我们10周年店庆。为了酬谢新老顾客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抽奖仪式。大家喜欢这个惊喜吗？是不是在干啥？可能是餐厅的一种营销手段吧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抽取的是3等奖 LS 现男友面霜套装。
这个套装很难买的，我买了好几次都没买到。没事儿，我可以送你几套。让我们恭喜1号装。我羡慕啊，我从来没有中到过奖，微博转发抽奖也没有中过，买彩票最多也是5块钱。没事儿，总会有机会的。现在抽取的是2等奖，是 LS 全色系口红套装。怎么都是你们公司的产品？让我们恭喜，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比较好。果然，好的餐厅也要配好的抽奖产品嘛。那么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特等奖，奖品是先保密。但是呢，究竟谁会是这位最终的幸运儿呢？让我们恭喜7号桌。恭喜啊，终于中奖了！看看，喜欢吗？嗯，我很喜欢。我让蒋江开车过来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走走呗。好，那我们再散步。谢谢。你会去那个手术吗？会啊，听说那个医生很厉害，国内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技术，说不定这次我的伤疤真的可以被修复。那开心吗？开心啊！我总觉得遇到你之后，我的运气都变好了。我明你说的那么好。你有因为这道疤被别人欺负过吗？没有，撒谎。还好啦，我都习惯了。习惯什么？以前我不会化妆的时候，伤疤就明晃晃的在脸上。很多人看到我第一反应就是转移开眼睛，可能有的人是觉得我伤疤很难看，但是我知道，更多的人是在替我惋惜，他们是好意，不想伤害到我。你真的这样想？那难道你没有因为这道疤难过吗？那都是过去的了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怎么可能会没事？当时一定很痛吧？你听过这个世界上有100分完美的人吗？没有。如果一个女孩家世好、性格好、长得好、运气也好的话，那她就是100分女孩。可是这个世界上又没有100分完美的人，这样的女孩就不存在。可是老天为了留住这样的女孩，就在她们脸上做了一点小记号，扣掉1分，她们就从100分变成了99分，她们就可以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。所以，我就是那个99分女孩。
他一本正经地跟我说，可能是我们的产品好吧。你是没有看他当时的表情，他根本就不会撒谎，他怎么这么可爱呀？重点是他为了不伤害到我的自尊心，他绕了一大圈去设计一场抽奖。你不觉得他很温暖、很体贴、很细致吗？而且我查过了，史密斯教授的手术很难约，一般得提前半年才能排上队。真不知道他为了让我做成手术做了多大的努力。那他确实有心了，对吧？不觉得他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喜欢的表现？你知道吗？沈一怕我跟他做朋友有压力，就送我外卖优惠券，还送我那么多小样，用这种不打扰的方式默默的对我好。你不觉得他很细心、很温柔吗？有时候我都在想，上辈子我到底是拯救了几个银河系，这辈子才能换来一个沈一呀？他到底喜欢我什么呀？你本来就很优秀啊，你的真实、可爱、善良，都是你最珍贵的地方。所以啊，我觉得上天还是很眷顾我的，拿走了一些我的东西，但是给了我更大的礼物，比如你，也比如沈一。那你会跟他在一起吗？主要等到手术结束之后吧。虽然我知道他不介意我知道吧，但我也希望能够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他的面前，然后大声告诉他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。哎，梦回来了，快坐。坐。有事情啊？我想请个假。哎呀，请假这么客气干嘛呀？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你呀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哎，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，别客气。你们在忙啊？缺人呗。魏雷这个鼻子啊，真的是。魏磊的鼻子怎么了？治不好了。治不好了？不是假体偏移，很简单一个小手术吗？不是，我们打听了一下，他那个鼻子已经做了很多次了。听说这一次国内所有的专家都不接。关键是复活赛我都安排上了。我觉得现在不是这个复活赛的问题，那你说一个人脸毁，你难道不知道脸对女生来说有多重要？你不知道魏磊为了变漂亮，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，你更不知道你毁了一个人的脸，你会有多内疚啊！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好，走了。走了。这。哎呀，这个不行，这个还不如你。这就是他做手术的地方吗？手术安全吧？有没有什么风险？你放心，史密斯医生是最好的专家，他手术的成功率有98%，他的团队也是最优秀的，由他亲自操刀这个手术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那设备呢？设备跟得上吗？我这儿都是最先进的。那药呢？需要提前进口吗？沈一啊，你太紧张了。我怎么能不紧张？过2天我要去参加一个医学年会，结束后我马上回来，到时候我会把结果告诉你，好吗？好。你真的不陪梦回一起来了？我不敢陪他，只能像现在这样想象他做手术的样子。你说，他脸上的疤要是完全消失了，我跟他之间就一笔勾销了吗？我与他的牵绊就消失了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沈一啊，你应该往前看。如果你觉得你做的依然不够，你可以继续对他好，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对他好，给他想要的东西，满足他的愿望，克服他的困难，一直陪着他。
这样有用吗？有用。我一直都是这样的。你也犯过错，伤害过别人吗？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犯过任何错。当事情发生了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补救。您好，丽美医疗美容医院。我想问一下，今天史密斯医生的手术开始了吗？请问您是？我是患者的朋友，我就想了解一下什么情况。手术很成功，请您放心。现在正在进行收尾阶段，患者麻醉药效还没过，您可以留下姓名、电话，等他清醒了，我们会告知患者的。不用，一切顺利就好啊，辛苦你们了。手术结束了吗？结束一段时间了。姐，隋医生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不能是我？你刚做了手术，是史密斯医生那台？对啊，就是史密斯教授亲自操刀的那一台。史密斯医生在中国只有这一台手术，他今天下午就要回国了。你抢的是梦回的手术机会，你告诉我，他的脸怎么办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有人通知我，我就做了，我哪知道是给谁预约的呀？你太自私了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鼻子我会想办法。想办法？就是明明有100%让我鼻子恢复的机会，我却只能一天天眼睁睁看着它越来越糟。梦回的脸是脸，我的脸就不是脸了吗？这是作为一个医生该说的话吗？是我失态了，你休息吧。等等，你刚刚说我这台手术是孟回让给我的。沈毅，经过研发粉底配方的行程提前了，所以我们的航班是在今天下午1点钟。合同我已经看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你再检查一下。另外，定金他们也收到了。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收拾。时间还来得及，要不然我现在开车带你回家收拾一下。好，你先去准备一下。好，那你抓紧时间啊。喂，子安。医院搞出个乌龙了，来做手术的人是魏磊，不是孟回。你说什么？都是我的责任，我没照顾好这一切。孟回把自己的手术机会让给了魏磊。你放心，我会继续约史密斯医生，他明天还会来的。怎么了？我现在突然有点急事儿，英国我去不了了，你帮我处理一下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知道这是多重要的合作吗？
现在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配方，这是目前市面上遮瑕效果最好的粉底液了，是你一直想要的东西。到底有什么事儿比这个还重要？是因为梦回吗？他现在需要我。陈毅，你是 LS 总裁，他们指定要跟你签合同。如果你不去，我们就会丧失研发这款粉底液的最后一个机会。定金也拿不回来了，那可是500万呢。我也需要。没有意义。我做这款粉底液没有意义。喂，导演，孟回去上班了吗？你现在把他的地址发给我。嗯。梦回，梦回，你在吗？梦回。梦回，你去哪儿了？家里也没人，电话也不接。我去买点吃的，手机好像落在家里了。怎么了？是节目组需要我吗？我马上回去。不用了，你回家好好休息。现在应该是节目组更需要人手的时候，我还是回去吧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总要等到手术结束之后吧，然后大声告诉他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。不在意的。哎，沈总，怎么了？
好像是出水痘了，他的脸好可怕，不会传染给我们吧？快走，快走！你不要哭啊，我不懂安慰别人。放心，我已经没事了。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差点追不上你。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在这里散心，心情很快就好了。那你的脸到底怎么了？是水痘，我很怕会留下疤痕，别人笑我怎么办？如果你怕别人笑你，你可以裹着围巾，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你了。这样别人就看不见我了。谢谢。看看心情，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谢谢你，放下工作来陪我。你应该很忙吧？你为什么要放弃一个这么重要的手术啊？史密斯医生的手术很难约的，下一次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了。梦回，我们在一起吧。你脸上的疤，不能减去我对你的一分一毫。有，一天酒量特别好的，不差酒啊，报一下。
能喝酒的就别喝果汁了啊！是啊，好不容易去这么多一次啊！多喝啊！哎呦我天，太久没见了吧？啊，是好久不见。哎，蒋江，哎呦，可以啊！来根啊？我不抽烟的。男人不抽烟像什么样？喝点果汁，是不是？最近忙啥呢？没忙什么，忙着挣钱呗，还能怎么着？哎呦，罗老师，家里剩好几辆了啊！哎，我说，开什么车过来的呀？我坐公交车来的。公交车？我穿西服坐公交车呀？我是有点人毁人溜的，节能环保。哟，脱了跟个小女班似的。哎，你还在那个化妆品公司当助理吗？对，我现在是总裁特助。特助，这不也是个助理吗？是吗？我说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这总不能当一辈子的助理，打一辈子杂吧这？就是啊，还有你这小身板，能不能阳刚一点？女人嘛，就喜欢强壮结实有安全感的，没事多去健身房跑跑步。他这样的估计也悬哈，我也补不回来了。他这身板啊，嗨，有没有女朋友都不知道呢。练跟不练一样。都有女朋友来了，就是。来，喝茶。哎，对了，蒋江，你能去问服务员要2把椅子吗？哦，好的，稍等。抬个腚，抬个腚啊！是吗？那个服务员他挺闲的啊。哎，我今天就应该找个理由推脱不来的。我穿西装嘛，他们说我比女人还讲究；我穿衬衫嘛，又说我混了这么多年还是个打杂的。哎呦，反正怎么说都能怼我。而且我看今天这架势啊，这单又是我买。要我说呀，你就干脆辞职得了啊！你们看我那公司虽然小，但是前途一片光明。干脆以后你跟着我干，给我当助理，不比给那个沈什么来着？哎呀，不比给你那老板当助理强呀！哎，我听说啊，他那个老板特别抠的不行，要不然你小子怎么到现在要车没车，要房没房呢？啊，你看我。就给一个大客户做理财投资顾问，那一年挣的不比给你多呀！啊，其实我挺喜欢现在这份工作的，我们老板对我也挺好的。你那就是一保姆，24小时待命那种。你看我那大客户年轻漂亮，还倍儿有钱，一年啊给我10把10万的，让我去给他做投资理财。关键那钱还都是人家自己挣的，你再看看你，看看人家。你这么不上进，以后怎么办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大家这么说呢，也都是为了你好。是。请问谁是蒋江先生？我是。这是沈毅先生让我带给您的，说是您这4年来对 LS 公司的陪伴和他的个人成长，就像护手霜一样，不可或缺，无法取代。本来开着保时捷还被他充公给借走了，所以今天的这顿饭他请。哦。可以。这不是他的卡吗？沈先生说了，这张卡呀现在是您的，想花多少钱随便花，没有密码。多少钱？刷卡。哎。我们沈总还说什么了？啊，有的。给我一字不差的念出来，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落下。念。括号不要人均超过228，不好报销。感叹号，感叹号，感叹号，或回。这算什么呀？啊，算员工关怀呀！我说你们老板还真的挺有创意的，是他自己努力，这是小有成就啊！哎，我说，那你这终身大事怎么解决呀？啊，还一直单身呗？没女朋友又怎么样？他这个性格吧，祝孤身。好一个祝孤身！可以，这个词用得好。说
我就是他女朋友。怎么了？是我长得不够漂亮吗？还是我的房子不够住了？还是车子不够开啊？还是我赚的不够多？竟然让你对外宣称你是单身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我来晚了。不，